跟住落嚟係第三個節目，我哋由林雪文飾演江花柔，洪婷婷飾演白花公主，陳之章飾演江海俊，百花田陣劍。後日係嘛？邊日啊？係明記牌嗰啲嘅，29嗰啲啊？係啊，明記嗰啲嘅。你早啲去係有個琴，會有個琴喺度，喺度門嗰度。係啊，喺個後邊嗰度。因為夜晚我又要做燒毀，唔知去邊度做。何以你今日見得開家神色張皇？你可把孫武兵法由頭念起？知道。孫武爺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故露其尾不能露其手，露其手者，人人得而斬之啊！分明是胡說。家
不許男兒擅入。來者若不是聶政荊軻，定是貪花之行。公主，上荊軻不似有道明君，聶政不相白花公主，而且佢手無寸鐵，定態度安詳啊！看陌生人手無寸鐵，兩非刺客。哼，好一個勾三搭四嘅江花油！若不你是把花亭借作武陵源，暗度如狼閨蜜上，千祈唔好咁講啊！公主，想我江花油一向不解風情，又何來花間之約呢？何況我都已經練過標會啦，就算有心求偶，都配唔起呢個有潘安相貌嘅小兒郎啊！吓，哪一個潘安相貌嘅小兒郎？咧，就係呢個不知王法嘅叩頭蟲咯。看他態度安詳，兩非刺客。人來，端衣知道。江花油，你命他抬頭相見。遵命。我家公主叫你抬頭相見。低頭啊！看陌生人一貌堂堂，當非刺客，闖入禁宮，定有難言之隱。不如要他就將出來，拗得過明白啊！明白些什麼？明白他犯了什麼該斬之罪啊！也罷，容他就上。我低，我家公主問你家住何方，姓甚名誰，官居何職，可曾聘否？從實招來呀！容阿品，我本我無父母，單身一個年到遠航，四海是家，唐族已經忘，混跡寄江湖，我是個流浪漢。為咁四海為家，固然姓海，更因自負其進，單名阿進啊！原來佢姓海名進，因何嚟到王府啊？黑賢良，為財雄還名世上，只暗變陽，天邊廢廢。無法樹香，哪知已經放白馬，胡安得太上皇烈火，7尺也牽強。敗慘棍一招攀上白玉瓦堂。分明是胡言亂語。
最終抱枕貼面龐，雲他歸太上，見到上莫念我心清朗，呼百雞聲叫唱過往，十迷惘。謝公主，謝公主不殺之恩，謝彩鳳不嫌媽醋，全因能復活，偏宜可還陽。我似最後一燈我，若非園裏勝男柯，怎奪得個中分？跳出仙人掌，霎霎望。